我細佬今年51歲，因為中風咧喺屋企暈低咗。當時咧我就聽我媽咁講嘅，佢係沖涼，就喺沖涼房嗰度暈低咗，跌低咗咧就即係爬翻入嚟個廳嗰度，打電話俾佢大佬。細佬嚟到咧就俾咗一粒安宮牛黃丸俾佢食，之後一直都唔肯食藥，又唔肯去醫院，就喺張床嗰度，佢諗住等死噶啦。咁結果咧到即係事發嘅第4日啦，我媽咧就發現佢喺房嗰度就唔喐得啊，暈咗。嗰陣時凌晨好似4點鐘度啦，佢就即刻通知我另一個細佬，就叫120將佢送去省中醫院。咁當時已經係昏迷嘅狀態噶啦，一大堆檢查之後咧，肯定係要佢住院啦。佢就當日咧就醒翻啦，佢就唔信任，見到隔離床嗰啲行住入嚟啊，瞓住翻出去咁樣，好驚，即係使咗錢，人又醫唔好，又冇咗。佢由頭到尾都係關心個錢嘅問題，多過關心佢自己。8日之後咧，佢就自己強烈要求出咗院。出院之後咧，佢連行都行唔到，講嘢又唔清楚，因為佢出院嗰時候個出院報告係有8種病嘅。高血壓係3度，佢都話真係生不如死。當時嘅情緒係好激動，對生存係冇咩希望。佢已經將佢嗰啲現金啊，同埋佢個車啊，都已經係俾咗俾佢個大佬噶啦。所以佢認為係佢死路一條噶啦，佢對自己已經放棄噶啦。我睇佢個出院個報告嘅時候，佢開嘅中藥，我覺得係好似隔靴搔癢咁樣，佢嘅用嘅量、用嘅藥相當保守。對於一個咁重症嘅病人嚟講，用咁嘅藥1年都醫唔好，即係削弱咗佢對生存嘅信心。我心諗我就只有一條路啦，既然三甲醫院出嚟嘅效果都係咁樣嘅話，我無路選擇啦。因為我最信任嘅地方都達唔到咁嘅效果，咁我只能夠搏一搏。咁我唔搏一搏，可能我今世我都會唔舒服。我承擔咁嘅風險，我都問心無愧啊！因為我之前係點樣了解文字中醫嘅咧？第一咧，我就聽人哋講過；第二咧，我成日都喺喜馬拉雅嗰度聽睇下嗰啲，後尾我就知道林大棟係佢嘅弟子，曾經醫好過好多重症嘅病人。而且我覺得最關鍵一點係中醫藥起碼冇副作用，我何不去搏一搏啫？如果成功嘅話，當然親戚朋友阿媽都會開心，多謝我係咪？但係萬一失敗咗嘅話，我啲兄弟姊妹阿媽佢都會怪我，所以我承擔住好大嘅壓力㗎。但係我唔能夠睇住佢就咁樣就冇咗嘅。我阿媽好擔心佢離唔開。佢80歲嘅人啦，就每日半夜3更瞓唔着，都走去睇下個仔有冇出咩事。因為我好擔心，唔使幾耐，我呢個阿媽都冇埋噶啦。似乎我手上托住2條人命咁樣。我諗起我真係嗰個，我都真係唔知點過嚟。咁我就諗到一個辦法，不如搏一搏啦咁。死馬當活馬醫啊，或者真係好似佢哋所介紹嘅咁樣，危重症都有轉機咧咁。之後咧就按診成功咗，因為當時疫情，而且佢行動好不方便，因為佢咁高大嘅人啦，你冇2個人都扶佢唔掂噶嘛，係咪？能夠喺網上咧就更加好。第一診咧開咗10日嘅藥，我要求係截煎，我媽天都未光就守住個爐同佢煲2個鐘頭。唉，真係好辛苦當時，但係呢10日之中收到成果咧，我都好開心。佢呢10日之後咧，佢就可以自己行，唔跌倒。咁佢仲拍個視頻俾我，之後咧我又發俾啲親戚朋友鼓勵一下佢。咁5咧就一路落嚟，佢都願意接受啦。第1關過咗之後，佢就同啲兄弟姊妹講，佢話佢有生存嘅希望啦。因為佢喺省中醫院唔願意接受人哋治療，都日日都同啲護士嘈交，日日都同嗰啲醫生嘈交。我就同陳醫生講咗，佢係好倔強嘅性格嚟嘅，唔係一般嘅脾氣臭，係相當臭嘅脾氣，冇一個人可以說服得到佢嘅。後尾陳醫生話都唔係，佢對我都幾尊重，都幾聽我嘅話咁，幾願意接受佢嘅治療，同佢溝通都冇問題咁，我都好放心啦。就之後一直都係我約診，陳醫生去同佢望診咁樣。通過9診之後咧，4個月嘅時間，完全改變咗佢嘅生存狀態。佢由原來
行第二步佢已經行唔到噶啦，咁嘅狀態佢到而家可以自己踩單車去游水，佢停咗1個月嘅藥啦，基本上都穩定血壓啊，各方面啊都向好嘅方面走。佢心理嘅變化好大，由一開始嘅好消極，連治療都唔願意接受嘅態度，到好積極咁嘅生活嘅態度嘅轉變。每日朝早踩部單車去游水，佢慢慢咧就係打算去做嘢噶啦。51歲嘅人唔算好老啊，佢能夠再恢復翻出嚟工作嘅話，係一件幾好嘅事啊！唔可以等阿媽擔心佢咁，所以我覺得我咁呢一鋪係搏啱咗，大步攬過咗呢一關啊！我係未發生呢件事之前咧，京城嘅6大名醫嘅書我都睇過啦，咁我就知道佢同一啲普通嘅醫生佢用藥嘅方案有咩區別，佢嗰張賬單係有明細嘅，等一般嘅百姓都會了解得到嗱，係明碼實價咁樣。因為我對中醫有了解，而且對文字中醫嘅醫療嘅方案係有了解，我大概有一個輪廓，我先夠膽做呢個決定，夠膽冒呢個風險，但係又成功咗咁，好多謝你哋救翻佢咁，同埋我媽。即係等於係解放咗我阿媽。醫生其實真係好偉大一個職業啦，咁一救就救咗成家人噶啦。所以通過我細佬今次呢一件事咧，對我嘅感觸真係好大。即係我想咧，更多人去知道中醫嘅作用有幾大，唔好再去盲目咁樣去飲食，同埋多啲接受一下中醫生嘅意見，去防患於未然，由一個輕症開始去調整佢，咁咧就唔至於邊緣狀態，你先至去急救嘅話，會花好大嘅力氣，而且會影響到生活嘅質量咁樣。但係咧，我覺得你唔能夠盲目相信中醫就中醫，你要有所選擇，要去選擇有經驗嘅中醫同埋比較尖端一啲嘅中醫，都要睇佢曾經做過啲咩事。如果比較低端嘅隔靴搔癢嘅話，解決唔到問題，唔單止係會增重咗你嘅病情。我最大嘅希望咧，就係更多人，特別係年輕人啊，更多會了解到中醫係可以幫到人嘅。而家嘅生存環境咁加惡劣，佢對佢身體嘅副作用好大。而家係快餐文化嘅時代，個個都急功近利，係咪？希望今餐食完啊，聽日就即刻嗰個病就好啦。佢冇考慮到係因為長期嘅積累嘅問題，佢唔會話係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得到嘅。養生保健歸根到底都係要通過一個生活嘅習慣同埋一對中醫中藥嘅了解，呢兩方面先至可以幫到人避免疾病對人嘅侵害同埋壽命。喺中國推廣中醫真係好艱難，唔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即係好想文字咧嗰個宣傳力度更加大啲啊，更多人去知道係可以減低中風嘅風險嘅，可以幫到更多嘅人。